小琉球这一人热岛嘛是共款，因为好天加上连假假期呢，这个未少民众都想讲无来去热岛算几工啊。所以讲今日顶岛人数讲超过今年的新纪录，超过偌济？超过5000人。这热岛出名的地标就是水下11米半，全世界上深的岛顶海尾这个油桶呢，今年几工有摕出来洗啊，即马佫放转去啊，要陪伴这游泳的人、唱水的人度过连续的假期。规片海顶亲像咧跳舞，那咧欢迎着唱水的民众来遮佚佗，一边还有真侪鱼仔来做伴。即摆连假的天气真好，真适合来离岛行行的。台东的富光渔港一透早就客满来坐船的游客。人一摆几摆防疫的措施也是袂当减，喙暗、消毒酒精拢准备好啊。有心情啊？不会啊，就是要玩就对了。看到人遮尔济，船公司嘛赶紧加开船班。今日总共会开出18班的交通船前往绿岛。上岛人数预估会在5000人左右。那兰屿的话也有4班船过去兰屿。真侪爱唱水的人来到遮，一定爱挑战这个景点。全世界上深的海底油桶，伊就伫咧绿岛海底11米半的所在。前一站伊嘛从九州花细细路路的，伫23号佮重新放倒等于继续执勤，也互大家又搁会当来遮寄明信片，纪念着这难得的经验。